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哥欢迎收看福起来。过今年的过年呢，过年，也意思是讲过年上是安抚呀，如果新的一年呢，旧的一年就真是过去的。听下呢六对客家庄，听下呢过年里边有几多个特殊的风俗。你今日邀请到来宾，如果同人讲有啲风俗有乜嘅意義？你今日邀請到來賓，聽下對我哋客家文化，佢有研究嘅鄭國峰，陳太國來到嚟欣賞，我哋歡迎嚟泰國來到嚟欣賞。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鄭國峰，今日機會呢，先同大家呢拜日做年，恭喜大家大發財。像國峰太講，而家係做乜嘅工作啊？我過去喺第一位合議會地區工作，而家呢調到學校地區做學校嘅一啲工作嘅。因為我之前都聽過講，這個國峰太講對我哋客家文化佢有研究啦，我想到。對個啲客家文化有安尼有興趣嘅喏。這個本身都客家人啦，因為工作嘅關係呢，一直都喺一位客家莊地區來工作。另外一啲機會，如講要對客家文化研究，我睇成立一下呢，有小多年，都同嚟整了過去嘅片，漸呢，有這個再去對客家文化呢，個深入嘅研究。都去透過一啲客家文化研究所，就是對安尼客家嘅安尼藏民身份呢，都有更一層嘅認識，特別一層嘅興趣嚟嘅啦。像我哋北部客人啊，同埋南部客人睇藏民身份地方，係咪有冇同樣嘅東西？我哋都安尼講，像我哋睇南部嘅一啲客家人，一般都人講約對客家人身份嘅體系同北部客家人也冇同樣。南部嚟講係平原嘅地方，就是中和嘅人居多。北部客大部分係客家呢，就是相對嘅北部客移民出去嘅，許多一啲喺都市方去做生意嘅人，也比南部人居多。因此啲初生也會睇離開聽我哋南部一啲客家人咧，保存到不傳統嘅一種嘅文化，也講起來不多。係啊，因為將我哋客家人點樣我哋講六對啦，因為我哋本身都水人嘛，佢重足，然後即個要中和嘅，最重要講也一年四季嘅太陽啊，佢足。嗰種我哋一邊中和嘅嗰種能力冇到也嘅善良，其實都可以表現我哋即個民族都可以過好。嗰種佢少年會做起啦，而家我哋農業沙皮當然是冇強，而且我哋做起農業沙皮嘅事情，一塊地方都可以學嘅。佢血爆嗰度，即係佢先係血爆嘅。嗰種將而家我哋嗰幾年都係過年啦嘛，其實我哋萬歲都感覺到其實每日過年啦感覺到印象都幾沉啊，媽媽都衝呀啦，你佢其實是一過年差唔多年30、29哦，我媽媽都開始準備衝呀嘅，然後初一衝呀啦，我都想好奇怪，我怎麼衝咁多呀？我係咪同人哋先睇下講一下？加種譬如講我哋差唔多那個時節對我哋呢六對客家人講，係開始春節的開始啊。一般人講我哋睇季節地方嚟講，農曆嘅季節地方，年24都係送神嘅。年24送神。年24送神係嚟開始都人講日年假嘅，日年假都開始人講嘅，入到過年咧安尼準備工作嗰度嘅啦，睇天呢。一啲學生嘅日下開始了寒假咧，睇人啥也會睇，也差唔多一年夠睇過年前一禮拜開始攞嚟打掃嘅啦，碌下屋前屋背啲裝備清槍來，拆橋嘅啦，一啲過年嘅東西啊，準備一啲整甜板嘅啦，整薄板嘅啦，一啲屋前咧一啲。準備一疊一啲春聯，一啲有嘅冇嘅，幾下開始都進入到自模範嘅時間。你講嘅影響我本身嗰種印象馬上走出來，因為嗰時整甜板嘅，嗰時咱可能有啲假人啊，都係有嗰種可以，能講拖水機啊，冇到嗰種做班車咩？做班車做嘅時候，把佢嘅水
起床哈，你就发现每个妇婴家都开始排队。排队没？嘿呐，啊，妇婴家是几多事情来做，深夜都要排队，排到夜时讲，嘿妈妈啦，今日哪班车了？其实，但是这种感觉归快乐，是啊。其实，但是人们泰国人就会同讲热娘家，乜嗰种热娘家咯？一般是安尼讲啦吼，我哋过去做安尼客家研究来讲，其实并冇人去天热归民国喺某个人热娘家。其实主要的意思就讲过年前一礼拜，哦，可是热到也要过年假期嘅。也会方便地方嘅吼，因为送神迄个，等于讲神明如果不用假期嘅，伊上天庭去救治嘅，开始都不用假，或者入娘家。可是24都开始送神。24，安普嘅安普送神迄个，如开始入娘家。像我哋送神嘅话，吼，伊要准备乜个东西嘛？一般来讲是安尼啦吼，我哋最主要送神，送嘅神係送乜个神？送周君爷。啊，周君爷。周神，周君爷。我迄个是有认真看，哦，个安尼神牌上会写使命做权啊，使命做权。意思如讲天庭派来也要民间吼来监察我哋一条民间咧也要几年嘅生活啊，做权天啊就看得到知道啊，喺厨房嘅地方，喺做下地方，啊。人家送神的时间呢，吼，因为伊要上天庭去救治，你条要讲比讲好法，古时个人如果准备乜个呀，哦，盐饭的啦，油煮的啦，哦，糍粑啦，一道甜甜的东西，哦，啊，都安尼拿来去敬奉，甚至有啲人呢，吼，还会糍粑呀，哦，啲酱酱的糖水，哦，等个，因为个。使命做权咧，个神牌里头有神像叠叠叠嘛吼，我睇日最好係啲涂涂啊，即係甜甜啊講荷花啊你啊，你是贿赂意思，是法語的意思啊，草莓啊，嗰個也如個特別的地方，個特殊的地方。其實我看話有啲可以同大家觀眾朋友分享咯，就像頭當人哋是人講嘅使命做權，其實伊對婦人家來講，真係係幾親切，幾親近的一個事，因為我從頭我看到以前我阿婆啦，我阿婆我只有都看阿婆無攏我只個爸爸媽媽，係送神的件事情，你會發現伊幾虔誠，你講嘅幾多，可能你講像我哋做成歸天庭的時候，然後部分人講我哋都卡好法啦，後部分人來樣樣嘅，伊嗰種講法、嗰種態度、嗰種神情啊，真係喺同伊嘅情誼嘅講法嗰種樣。冇錯，冇錯。因為一般來講吼，也要宗教信仰地方，使命做權都同我哋即間錄開，除了八公以外，都等於講同我哋生活當中最接觸嘅人，哦，啊，睇下呢，使命做權而家上天庭救治，都像錄開人愛出現愛提送神啊嘅意思吼，如前交代晚交代啊你啊，我記得古來咧，記得古來，佢送鬼以後。講好話叫字喺度，記得過來，記得過來，係啊，都吸唔得電咧。我係人hier攞嚟接過來喎。咁像我哋送神送咗以後啊，我哋開始準備我哋過年的一些事情啦嘛，除咗嗰種我哋模板的啦，準備幾多東西。咁像我哋嘅佈置上面咯，咁甚至係我哋都較應用去佈置我哋嘅一個環境啦。講到嘢嗬，一般來講，送神，除了送做神以外嗬。其實你睇神聖啊，吼，並唔係講全部神聖都做佢哋冇神嘅啦，吼。但是基本上嚟講，送做神門神也會向下送上天庭。不是送完門神以後，我哋如果疊入去門前字，哦，我疊入去門前字，因為門前字如疊入睇我哋呢，堂下嘅兩片神頭，好，兩片神頭，也都做乜呀？代表門神的意思啊，如門神上天庭呢，佢我哋講佢數值誒，好，但是伊留下來嘅空缺，我如果送門前字，用門前字來代替如安嘅意思，疊一題啊，哦，疊一題啊呢，吼，一次到年初三嘅時候，你講一百門前字，哦，各人呢年過去就出年假，我是即個去打邊，門前字都擺下來乜嘅意思啊？我哋請神下來嘅，古來我哋也就係立音嘅門前字，我哋攞啲花喺度去。啊，同時啲睇下喂疊門前字嘅時間咧，嗬，
我哋也要来挂入嘅床前，床前太啲我哋拢一般嚟讲门神，我哋會有啲插香嘅嘅呢，插香嘅嘅呢香筒啲咩嗬，都掛啲嘅，睇門嘅兩邊神頭。嗰度有冇門啊？門前字都係做乜嘅作用嘅？迄啲我其實應該講我睇我哋即個種嘅地方，有的有看過，有的冇看過，因為我哋按樣講，我哋以前嘅觀念啦嚇，如果我哋有時看到電視嘅觀念，你講我哋除夕哦，我哋攞把嘅Q 嘅門神揾下嚟揾神嘅門神貼上去，嗰種我哋變成我哋冇空窗期啊，我哋冇嗰種門神不在的空窗期。但是人哋其實咱其他人講冇錯啊，門神其實當我哋客家是風俗地方都變成講，以送神嘅時間嘛貴一點點嘅。冇錯。啊，但是伊嘛一邊也要人家哦，人出上講過來嘛，嗰種啲奇怪啦吧，我哋如果用我哋門前字同我哋咧床前，其實床前啊嗬，是把一啲隱喻啦，嗬，你掛喺嘅，即係講天界同人界嘅一啲通道用嘅，一啲樓台用嘅，哦，掛喺嘅，等神仙一回到我哋人間嘅時候啦，可以跌下來，你變成一啲台嘅啦，你我哋神仙一過來嘅時候，嘛去白對啊台啊慢慢嚟過來，順到日台啊下來。咁像我哋床前嘅話，而家擺到哪久啊？一般。床前吼，伊同門前字共下，門前字疊上去嘅時節，床前都會掛上去。啊，到年初三嘅時候，把門前字時，床前都共下起下來。因為表示神仙已經歸到我哋陸家庭來立業嘅。一台都唔是。各位觀眾朋友，你對客莊喺公園都要按照神仙嘅風俗個，休息一下，第下我哋咪嗰度個神仙嘅風俗個。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哋曾國峰先生同我哋講，我聽差唔多嘅年24嘅時節，我哋嘅送神嘅時節，我哋攞疊門前字，還有床前。咁從先生同講一下，從我哋碌下啊，我哋本身嘅牌位上面啊，我疊一堆法，佢堆法係乜個東西啊？我哋有啲隻模仿片去擺嘅生嘅法，嗬，模仿片拿到生嘅法，我哋都會用我哋做得嘅也法。哦，係都有嘅，都相對從有嘅。我哋咧擺嘅法，講嘅睇神叫啊堂下地方擺嘅法用啊咧，通常我哋會睇乜嘅地方擺啊？喺祖先牌位用擺。係排位用我排隊係。還有咧睇我哋咧天公爐香啊，天公爐香冇適當控有嘅法片咧，法杆咧咪嗬，實際都插量嘅有嘅，都當做係擺嘅法啊嚟。嗰時係第二路我哋用花瓶擺花瓶嘅嗰種供花嘅意思啦。冇錯。但是像有啲問題講，因為其實我哋同一啲我哋咧好多朋友，好你講一件事情，如果我哋有啊，但是我哋平常嘅叫我哋掛紙嘅時候，呢，我用到咁樣嘅東西，亦係有共樣嘅東西嚇。參嘅，但是冇共樣啊。一般嚟講，睇好多種看到嘅嗬，睇盤路睇掛紙嘅時候，我用到。而家嘅中間咧有個法地方啊，唔係用法，係用人哋寫人嘅童男童女用嘅。一般以掛紙。掛喺度要樹方嚟燒佢哋。係我，但是我哋呢也法，先能講有乜係乜嘅啊？劍法。劍法。係劍法，我哋從我哋睇牌位上面法，我哋都等於都標一整人，學可能都個 Q 嘅時候都是揾係。基本上嚟講，抗喺工人嘅時候哋抗上去，喺冇貼筆墨嘅，都一直留到天煙人。天煙人，能嚟揾。係。當然唔係假使講，有啲有啲Q 嘅啦，有啲快嘅啦。嗱，喺度有冇在地方咧？一年通常能揾100，都係。好，按你我哋嘅意思，因為其實奇怪，嗰種乜嘢咧？如果你啲劍法，好多人就客人嘅嗰種風俗，感覺到有無度共樣。咁種我哋，譬如講我哋而家已經講過，我哋送神送嘅嘛，嗬。咁我哋嘛掛嘅門前字。咁種我哋差唔多我哋講人30嗰時，為乜嘅東西我開始要注意嘅冇？一般嚟講是咁嚟啦，嗬，工人。如果他講神也好，人也好，如果休息的時間嚟咪嗬，就是如果準備該奉神咧，就食啲東西，一般你哋傳統如果聽我哋客莊，掃把同入嘅菜刀，喺下日常供喜地方咧，
用的字叠的东西吼，就是过年时马地休息，就是我哋會睇20-30以前咧吼，目前目標就係手槍咧，也會手把落地，安尼多反頭嘅手把柄向底下，手把面啊向到當，等於休息用嘅。菜呢，過年嘅菜也會睇，也會20-30以前全部都先切好了，哦，看我睇菜刀都數放起來，也係佢特別一啲風俗啦。嘿，其實我發現講，以前我談到講，某個東西如果提差唔多嘅20-30以前都準備好啊，然後20-30以後一些太陽初一，你唔可以同到位哦，都冇同屋產嘅哦。其實也嘛，幫我哋呢婦女同胞啦，嚇，婦女其實嘛有啲可以休息嘅記憶啦。但是頭多時人講我一句話哦，某個東西要先切好，冇講要先炒好。咁我想問一下，佢可以炒冇？當然可以炒的啦，冇炒很有聲啦，哈。不是唔可以切啦，好，但是可以炒啦，哈。冇錯。咁開了我哋差唔多20-30以後，我哋從我哋客家人嚟話，我準備買個辦什麼？如果一般來講，我哋也看得到，我哋韓式時候，設計都會做太長嘅甜品，哦，做過太長。而家參加咪數嘅都一些事咧，一些塊。所以薄差唔多。啊，會整甜品。啊，整甜品嘅時間，韓式時呢，吼，睇人啥都會講，摸一摸咯，摸好嘅摸，我真唔舒服。你可能會冇人討論。你行個嘅行上。整好冇？其實主要話吼，也唔係安尼啦吼。整甜品有啲佢特別嘅地方，而當然而家嘅頭擺來講，佢太長哦，而需要佢長嘅時間，慢慢地去整，然後整必熟啊，哦。啊，嗰時喺整甜品嘅過程當中咧，吼，多我也有翕到有個相片吼，睇下，可以俾大家人來看一下。哦，有個整甜品最難得，係有法度看到按太長嘅甜品嚟整。哎，整甜品嘅時間咧，吼，而家我忙啊都千迷茫，我用入嘅太薄啊，甚至用入嘅布嘅啲忙空嘅啦，甚至我用做呢啲雜空嘅啦。嘿，迄種忙咯，迄你講嘅個蒸汽做係意思咩咯？冇錯，一般來講整甜品吼，入嘅啲地杯溫度要改高，而且咧要改安尼平均、改均勻安尼啊。啊，嗰時而我用入嘅布嘅，用嘅成條嘅蓬啊，全部啲暗色的，啊，睇整嘅時整出來嘅甜品啊，那麼nau熟。原來係因為佢成個本身吼啊熱細細嘛吼，都差唔多都嘅做頭按過啦吼。你看到幾奇怪，做乜嘅做頭吼，一聽用嗰種人哋講毛巾啊吼，全部啲微強。其中啊，我想講，係咪講講生意嚟去對伊會難度？哦，原來係因為講目標也要起頭，也要社會起頭做嘅。嘅我哋甜品啊，我真係個講，哦，原來係按個意思。因為睇我哋客家人吼，個食服啊，有啲屋嗰已經翻起嚟，冇平嘅，係你用啊。嗰時我用有嘅係你味道杯啊，就係係你唔塞來啦。係。啊，接下去我哋又會。甜品整好如果整薄板，啊薄板個夾，一係都有看到喺整薄板嘅情形。同樣，而咩愛入去薄板啊吼，而咩一條盲塞來，而佢同樣如果靠入去嘅氣頭啊，腳下去嘅薄板我發紅來，哦，因為其實這樣有頭先人家講，萬一啲薄板有冇發紅來哦，嗰時人來可能係溫度冇平均，即係假如講。火唔拿白辣的時候啦，緩，發紅來嘅飯都唔撈。從今日我哋現在又要準備有個薄板，發得改過呢，發得改過，千撈嘅，有個薄板，而且食上嚟好看。鬼講，一多我哋今下睇翕相嘅時候睇，一步，睇等嚟20分鐘，人講佢煲掉，一開來，有薄板過，翕到一個薄板真係真係。當講係啊，其實禪橋咯，避免人哋薄板真係佢講係，其實佢哋佢重要一啲洗頭嚟哦。冇唔錯個，唔係假使講薄板真都唔講吼，
我条条恐開用6天以上嘅恐喺度做，假用看到嘅時間吼，哦呀，因為其實話，因為我記得我媽媽教過來時，佢即係講嘅，因為以前睇娘家時嘛，喺講手機嘛，吼，等外面睇識工作識條路嘅，嗰時伊真係唔少整博班，嗰時其實教過來時，好彩也妹家庭鬼拳啊，佢馬上走過來技術支援，我講好彩 T 牌整博班，要發好了嘛，發得鬼正。嗰時其實整波嘛，對我哋婦女嚟講，其實係一個重要嘅事情。咁像我哋除夕，我哋講年三十團圓飯，係咪要同我哋其他嗰種風俗無同樣嘅地方啊？講起來是冇乜嘅太無同樣嘅地方啦，嗬，睇啲攏差唔多。但是一般嚟講，我哋睇年三十，哦，開始有啲人睇早晨，有啲人睇下晝。像我哋卡路睇下晝頭，見主公嘅，哦，主要見主公，如講哦搭車主公一年來，哦，譬如他講嘢全家大小平安安尼，搭車嘅意思安尼啦，吼，啊入邊呢，佢做有啲人做都緊起嚟，緊起嚟咱就準備菜，啊有啲人呢，其實假使講小家庭呢，唔會改無限嘅呢，吼，緊起嚟。也分貨呢時間，但是他講因為佢做路，人講嘅寫成腳寫片呢，等暗晡也圍爐食團圓飯嚟啦。係啊，因為種人如果我都講，陰陽家以後真係都衝呀，啫嘛，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嗰邊附近都有北宮嘛，我寫一間北宮，然後如果我哋像我哋叫馬祖廟啊，馬祖馬間，如果開始有都見我哋像我哋新郎講啊，都見祖先，但是馬上除夕夜年三十黑的黑。太陽初一的時候，哦，又馬上封公王，對，封公王，就變成個哦，嗰度也去創啦，嗰度熟一天啦，吼，睇緊可能唔知嘅吼，如果講奇怪，像主持人也人講嘅吼，按度也去創一擺，其實一啲嗰啲創也擺吼，其實有18模共用啦，吼。頭都講年三十主要係拜祖先，哦，因為年初一的時間呢，吼，如拜天公，吼，封公王，也係無同樣嘅意思啊。前面呢係搭車，後背初一的時間，係開始等於講，一年開始嘅哦，哦，也天公啊，像庇佑。哦，未來一年啦，哦也平平安安，他講年豐收啊嘅意思。像封公王嘅時間咯，有乜嘅時間可以係封公王最好時間？一般來講是安尼啦，吼，他講有冇選一看日嘅，哦，啊看時，唔係看日，看時啊，我看時辰，哦，明年呢個同書方有寫，哦啊，一般來講，他本來睇卯時呀時間，哦，5點啦。5點都要嘅7點，甚至嗰晚是到9點，都有人睇要嘅衝夜封公王。但是呢，我哋又會發現到有啲人啊，面都講按照太陽初一嘅應該了嘅時間咧，要按照方來，你準備10日到身體啦，準備一啲東西啦，哦，嗰情況講出亂樣嘅呀，睇前一暗晡，我哋。凌晨的時間啦，姿勢高誒，啊一路等下從開衝啊，直到中嘅咧，天熱水都自然醒嘅，一路更加相對人咧，因為啲啦，因為吼，其實我從頭沒有講公布講，今年嘅吉時係乜時間？吼，辰時係最好啦，因為你知道嘛，佢吹到5、6點嘛，快好嘛吼，戌時係最冇啦，因為差唔多3點到5點嗰時，愛衰嘛衰唔到一叫。然後唔係衰，要天要冇精神。可是因為我哋都看到我要先把一條東西準備片，然後時間到，那係爸爸媽媽放來。可是明日看下嘅時辰係我最重要嘅一件事情。咁所以我哋放喺公王嗬，其實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應該佢係有談到公王到底係問到係天公呀，還是講我哋呢問個王呀？睇做啊呢客家研究睇啊呢睇馬氏去做過田野調查吼，哎呀問過嗰度老人家，講實講唔出嘅所以然啦。伊主要眾神嘅意思，天公係姿態代表，吼啊封公王，他本來
王爷安尼意思啦。但是主要如讲，你讲诶，一条神圣的通称啊。系啊，你讲，我哋一激发，你把所有我哋尊亲的神圣全部包含在地方。冇错，睇啲路安尼，嗰種更加對我哋嘅人生上，當我哋太陽出現，可以咧我哋六對客家種都要按度，我以祭拜啦，我以創業嘅地方，其實後地下我哋話嗰度嗰精彩嘅東西哦。福過來，福起來。所以呢節目我哋喺正線上同人對人三十廣東人初一，我哋喺六對客家莊去做一些事情。所以線上我想問一下哈，所以我哋六對客家莊係咪每一種都同樣嘅風俗啦，還是講有啲個種頭？我有冇同樣嘅風俗啊？我有啲個種吼，各種頭有各種頭嘅風俗啦，吼。我哋記得啲嘢，從四舊書嚟講，一般嚟講，我哋睇客莊地方，我有人厝，我有戲服，係，我有戲服。人大嘅都有嘅潮數以後我有還服，係啊係啊。但是睇四舊書，伊就冇還服，冇判還服。哦。而且潮數以後冇判還服，冇話我戲咯。嗰時一路睇下人30幾年嚟啊，嗬，而連人30幾年嚟，佢嚟拜祖先嘅時候當做還服。嗰時而連個特殊嘅內容嘅呢，而家嘅貨房地方嘅堂下啊，我看得到比其他人嘅堂下更鬧熱，而且呢，他今日我一睇過來嘅就子子孫孫嘅嗬，一殺都準備一副神體過來拜入嘅祖先，而且我一殺準備一副紙炮嘅，嗰隻四舊歲都有嘅人30創業時特別響。呢度特別鬧熱特別鬧熱。我哋平常團圓飯都即個年紀都開始。錯。但是而家都有還服，有合共下巴。這個我哋那個堂下嘅色才會有鬧熱度。當鬧熱，而且一般嚟講，我哋有貨房，有堂下，就會有和堂。甚至有人擺到和堂裏邊，擺到和堂都不會去。一天嘅話呢，因為每個人都準備一副身體。係啊，紙炮呢，甚至呢，迄個是講。當然都好，我按多年過來拜嘅時候，狀況即刻我去攬錢，一殺出500、1000去買紙炮啦。比貨房看埋人哋貨房幫嘅公當一定，數年都唔數真啊！冇錯，有都睇有嘅客家莊地位，四舊歲同其他嘅莊頭冇共樣嘅地方。真是嗰個真是，我即個喺度睇，其實你四舊歲嘛冇講嘢，真係話冇談過安尼風俗，真係經驗一定要來看。咁從我哋。我哋譬如講，我哋人生上，人呢4開始啦，我哋總是喺度開始在打掃啦，某個地方，某個都準備好啊。我哋公園有某個娛樂。是安尼講啦，嗬，個早期嘅娛樂啊，嗬，我有乜嘅呀？我哋看到雜遊嘅，雜遊頭嘅，我哋過去睇入嘅，我哋都有拜訪到入嘅日光山嘅雜誌入嘅創辦人，林妙芳先生。而睇入嘅嗰早期嘅時候啦，亦就有翕相50年代、60年代嘅下，像睇下雜搖頭嘅，甚至多年前有嘅阿公帶孫咧睇下寫有嘅對聯，也有比翕相翕到，還有一啲烏龍龍物嘅呢，更加他看唔到嘅樣，看到搖錢樹啊，搖錢樹哦，搖錢樹談都冇談過呢，談都冇談過。對啊。頭擺，我哋看到嘅鬧熱一般弄死來的有嘅門嗬，佢做以前，有搖錢樹啊，他嗰陣時佢都未幾好，一路我去拗入嘅榕樹旁，前面呢穿嚟幾嘅銅錢，頭擺嘅銅錢，喺度碌用縫布嘅燙嚟，喺度你都看到亮，搖錢，全都唔碌卡，不太出安尼，一路同弄死嘅來，帶來吉祥意思供養。如果暴風暴雨啊，有咩困難就嚟講佢。嗰是困難就看到你事情。也如佢下我哋很少有讀到用，佢弄石啊，我哋出家 DIY 做弄石頭，用嘅呢嘅乜嘢啊？皮骨嘅皮嘅呢皮蛋啊，皮蛋，特別嘅呢用報紙嘅呢啲雜嘅做石頭，弄嘅人嚟弄石頭，又係
民國差唔多60年推嘅下，差唔多哦，又翕到留下來鏡頭啦，哦，哦，再來一路哦。摘油嘅風油思鄉嘅，風油思鄉，韓式時我哋係要摘過，我哋摘過係，而家嗰種好少看到嘅。你幾時而家開始唔可以賭博嘅？以前係嗰種人哋嘅潛規則完全可以賭博，嗰種人其實哦，那度有安尼東西，係啊。嗰陣一路睇我哋國早期嘅時候，睇陸隊天氣也好，一個早早我哋都看得到嘅也好。困難的，就安尼前批地留下安尼鏡頭嚟。係，因為像我哋嘅經驗，我哋嘅陸隊客家文化人氣啊，因為佢點樣希望講我哋以前嘅娛樂啊，可以發揚開來。所以我曾經啊，都看到講一定講乜跌三胡啊，我想講跌三胡，起碼我連頭都冇聽過，冇看到跌三胡咯。一般來講，嗬，到我哋睇下嘅相片地區，我哋看到睇啲摘入嘅風油思鄉，一冇摘啲油頭嘅。一睇本來南面人睇舊嘅有咩圖畫？冇唔錯。一到本人家啦，哦一到蘇婆伯你啊，而家都國費些，哦，睇到南面人話路上地一圖畫，阿路樣呀，跌三用三蚊入嘅銅錢，嗬，我拿嚟數行，三五跌三五，跌得下師傅一撲，哦，看那正面嗰度啊，反面嗰度，那個是三面路正面中央、中部路、中式。啊，你好，好，按跌咧三面路前面，哦，按中部路中數，那中派嘅。可是現場你都冇嘢撲埋人哋師傅啦，撲出假呀，你急要熱撲啦。他們都嚟拿說，碰喺跌三五哦，要有一點氣勢，要有點氣勢，因為人要看過喲，韓國些時。看過我哋咧阿婆啊，要教過，後來嗰長嘅時間都冇看到嘅。同時嗰度包括我講本我先嘢談，而家講乜嗰度跌三喎，看都冇，談都冇談過，幾冇講看過啊！講，咁係咪要記起嗬？我幫人帶人哋看看咧咯。因為嗰時候同媽媽講嘅時候，媽媽講：嘿喲，我哋還是要跌嗰三喎。嗰時候，但是人家線上頭都有特別講，其實要歡迎㗎。好，怎麼嚟教？伊這個福音真係冇偏離、冇放偏一群南門人聽外面啲摘油頭嘅啦，風油思鄉啦。但是伊哋即個錄以即個小小的聚會，然後咧接受我，包括神奇。嗰種我記得啦，嗬，我哋聽我哋啲年三十啦，網絡年初一的時啦，嗬。其實差唔多過去年初一以後，我哋最重要差唔多都元宵節，然後嗰時都開始要拜神的。我哋係咪？其實客人咧拜神的係咪同好容易冇同樣？我都講我哋客人對神的一件事情過重視啊。我哋安尼講啦，嗬，我哋一片客家莊，嗬，睇啲早期攏農業社會，尤其我哋陸隊地方種幾多田，哦，嗰時要時來，嗰時要南田，哦來，下田去做事，嗰時當陸下要種到來嘅時候，如果強，哦，而種來。而最主要嘅人生產力都錯嘅，嗰時睇入去當年土年時以後又講到來嘅，喺第二年年時拜天公，初九拜天公以後都接下去攞慶年時嘛嗬，攞嚟拜神殿，拜神殿，都會準備當年土前年啦，我哋喺嗰時又講到來嘅，陸下都會準備入去神殿辦，哦，一般嚟講。我哋會將把有個跪板啊，做跪托盤嘅，哦，當我寫名嘅，拿到莊頭地位、太廟地位去拜。聽我哋陸隊地區呢，嗬，嗰啲樹嘅神也拜神殿呢，係要同其他地方冇乜共樣嘅呢，主要係有個家棟嘅，人講嘅陸建莊嘅隻嘢。因為我講啊，而家有一啲服從，而有個拜神殿唔係睇廟度嘅拜，睇。太廟一兩個三國王廟嘅前面有啲西片，睇個搭服床，有服床全部係用樹嘅，一塊一塊去搭放起來。一樹嘅呢完全冇用彈嘅，係用筍頭做好嘅筍頭，每一塊係編好。而睇啊，差唔多天公山過去嘅開始攞嚟搭服床，一塊一塊搭，差唔多2-3年嚟搭喎。哦，搭好以後呢，嗬。他當然啦，哦，如果前一年又講到那一年，如果整批入去
神殿板迄度伫尾摆神殿，伫尾服从伫尾主要拜的神係乜個神？總頭伫尾白公神，就是服從突破會先搶神，有人會也會讓神嘅對應啊，我喺總頭上面所有嘅白公會搶來服從方，睇下金風也就前人講到來嘅人咧準備也會神殿板來擺神殿，而且呢，伊還會有一啲按照神殿頭，神殿頭，乜按照神殿頭呢？就會睇去年呢，擺神殿以後，天地強嘅，天地強嘅，一神殿頭呢，擺神殿時一路卡做神殿板會貼喺度發本他嘅認識咧，天二路乜嘅啊？神殿頭啊！狀況嘅復甦啊，我辦獎，我以為啲貼得太豐富，水做姜來嘅啦，該講用嘅事情啊，一路睇有嘅六件狀嘅有嘅擺神殿啦嗬。記得其實我哋都傳嚟講，我哋嗰邊有一啲人就100件，100件，係有個小米論就100件，都以這個姜嗰時啦，而爸爸都係做100件嘅神殿板，嗰時喺度行到那應該講100件嘅啦，100件咧，可能伊都神殿頭啦。咁而家嗬，因為從我哋節目睇最慢嘅時候，我咪有一啲問題要問先生啦，都係啲團量嘅樣嘅啦嗬。我哋因為我哋參與一些公人嘅節目嘛，我哋希望講我哋咧團量嘅地方嘛，同我哋嘅工人有關係，同我哋年30有關係啦。我都同我哋先生幫我哋先生談一下。譬如講，聽你講年30嘅反正，年30嘅反正咧無限啊，係啊，都冇啊。大家要是團人翻嚟，反正你嘅那有可能咧空閒閒咧喏，嗰個年30嘅反正無限。好，咁我哋先生是嗰啲嗬，下邊有一條哦，年30咧一講。30倍，一講都看唔到嘅呀，都無望嘅呀。怎麼都無望咯？一幾百我其實我講唔清楚，我們無望咯。無望嘅意思係樣嘅呀，其實要望都同一講嘅初一15有關係啊。初一嘅時間如果鎖嘛，完全看唔到一講。15嘅時間一眼看得到，至2嘅時候就望嘛，望。嗰時唔到年30。接翻下嚟都處理嘅，當然看唔到一講啊，都冇嘅啊。咁我最尾嘅團量啊，送幫我哋啲觀眾朋友，如果我哋年30嘅團圓飯，年30嘅團圓飯咧，有色有存，萬年富貴啊，他講人太傳承啦，意思啊嚟啦。其實對我哋啲年30，當我哋嘅初一，我哋六對客家人對敬天祭祖，還有我哋啲拜神，一個順序做項來，其實都展現到我哋六對客家人。佢堅持我哋傳統嘅精神，我哋今日佢感謝我哋嘅現場來讓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我哋公園嘅故事。多謝主持人也感謝觀眾朋友祝大家人豬年行大運，豬年順利。某個事情落個順序哦，休息一下，等下同我哋現場來溝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親愛介紹，我係黃振祥，我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設計導演屏東分會，對我延伸後輩兩位先生係陳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所介紹呢係浮現生醬，浮現生醬呢係我哋利用我哋嘅龍骨一節一節下去，更加呢同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首先呢，我哋呢兩隻腳向右一打開來，兩隻腳打開來呢，向右一平平喺我哋呢鐵路嘅線呢嚇。而家注意呢，喺我哋呢下椎岩，我哋呢龍骨一樣呢一節一節下去呢，而家所講嘅呢，都我哋呢下椎岩慢慢地翹上去啦。下椎岩翹上去嘅時間呢，我哋天天呢龍骨一節一節變下去，龍骨一節一節變下去，兩隻手慢慢地變鬆啦。我哋呢兩隻手變鬆呢，我哋天天呢嚇放下去，到下去時會面，我哋放下去延伸翹上去來打側。
眼神口来打出，再过来呢，我哋样咧，我哋打出过后，我哋咧下嘴岩个竖放起来。眼神呢，我哋咧思维面放过来，思维面放过来，我哋用咬放起来咧，我哋咧摇滚呢，一节一节两过，一节一节的摆放起来，我哋唔可以头那一下去都放起来哦。也係個重要項，我哋頭腦喺一下去放起來，我哋咧頭腦會闊，所以我哋做係無限生長咧，喺我哋咧下嘴岩先數放起來，我哋咧下嘴岩數咧都係我哋咧將筋骨先舊放起來，將筋骨舊放起來，慢慢嚟再下去，我哋下去通常咧變慢來。我哋有人講，我都冇法度數斷天那樣嚟咯，唔怕，我哋咧思維面都放下去，思維面放下去，眼神帶打出來，也係訓練我哋咧兩骨一節一節變鬆，一節一節被打開來，也係訓練我哋咧兩隻腳嘅力頭，我哋咧兩隻腳有力頭有好嘛，都靠我哋咧肌肉。有穩嘛吼，所以我哋要注意喺度講啊，今日係所講啊，下嘴岩下去，我哋咧兩骨一節一節變鬆來，兩骨一節一節下去，下去呢，有人講我都多下嚟，我都腰骨冇下拖下去咁樣嚟咯，我哋要停留一下呢，再過後慢慢嚟，我都慢慢嚟下去。本我哋咧腰骨咧，本我哋咧腰骨同兩骨咧做一個循環，天天嚟說，我一次可以一次過下去哦，我要再慢慢嚟放下去，一次一次放下去。有人講，我放得多安尼，我都無法吐下去，安樣唔怕我思維面只要放下都顧下去，顧下去嘅時間，有個人講，觀眾朋友有人我講啊，我無法吐顧下去，我顧得多安尼，我會打風橋。咁樣辦呢？唔怕，但估唔怕，但咧樹可以長斷天來，但咧思維面先放放起來，思維面放開來咧，但咧切頭缺，本但咧兩骨一節一節，一節一節，可以做放放起來，一節一節放起來，一節一節變鬆。而同觀眾朋友講，咁樣嚟做一個，但咧示範講啊。本觀眾朋友個好嘅時陣咧，睇下我哋咧下嘴岩，我哋咧下嘴岩啊變鬆，有人下嘴岩話咧變鬆嘅時間，我有安尼顯咧，喺度講啊，我哋咧下嘴岩出力嘅，其實唔係喺我哋咧兩個僵筋咧肌肉咁樣嚟變鬆，僵筋嘅肌肉變鬆都講我哋咧下嘴岩，天天嚟衝人岩頭咁樣。我篤骨嘅樣嘅咧，按下來，按下來先變鬆來，調那變鬆來呢，本我哋先咧愛將筋骨先變鬆，將筋骨變鬆來，過來變，我哋咧胸前嘅兩骨再變，胸前嘅兩骨一節一節變，變嘅多樣呢，我胸前兩骨又過下意識了，安尼又過適應了咯，我再慢慢嚟再變。變喺度嚟，變喺度我腰骨方，我可以安尼哦，可以安尼我腰骨可以再變鬆到安尼長度哦，唔會吵哦，本來本能筋，本來本能過強鬆，也係一種講啊樣變鬆我哋咧兩骨同我哋咧本能筋咧肌肉同筋路，再慢慢嚟我可以咧，再慢慢嚟再下去，如果係你哦。嗰係你唔怕，我哋唔是驚。再下去我安尼當我眼神嘅極限咧，我無法度再下去，唔怕。我思維面放下去，我切頭一缺，思維面放下去，兩隻手板斷天來，也係年紀有嘅老人家啦，觀眾朋友喺困頓天時，我都可以天天嚟安尼做，天天嚟安尼做咧，譬如本來訓練，我可以顧下去。也可以行啦，有人講我估唔到槍但安尼唔怕，我可以估得到安尼，我估得到安尼，我樣咧，我估得到安尼，我都唔會下，我眼書又冇都對得天咧唔怕，我再慢慢嚟思維面放放起來，我切頭變鬆來，
我对我的两骨一节一节安尼放存藏嘞，一节一节表送，当我的两骨天慢，我的头脑淡风起来，安尼我哋咧头脑唔会分咯吼。所以观众朋友伫做嘅当中咧，我哋要注意嘅地方係哪？要注意我嘅頸肩有表送嘛，下椎岩有出力嘛。下椎岩出力會變講我頸肩上下椎岩表送，有人觀眾啊，安尼表送，安尼係唔對嘅，安尼係我哋咧下椎岩冇表送，所以我哋咧下椎岩嘅表送係舉個頸肩骨表下來。在我哋咧兩骨咧，我哋頸肩骨表下來，我哋胸前咧。兩骨再慢慢地吹下來，吹下來注意呢，注意我哋兩隻手嘅刺眼安尼變下來，唔好兩隻手定硬哦，安尼定硬，我哋咧本能筋骨也會停頓嚟硬吼，我哋咧兩隻手變上來，慢慢地一節一節下去吼，下去當我變上來我下去，以為有點哦，有個人安尼下去嘅時節，我喺頭嗱。無法度撐下去，我變安尼，哦。我雖然眼神下去，按過我頸肩骨苗幫上，我頸肩骨變安尼。我到下去啊，我到下去啊。其實唔好下，人家頸肩骨冇幫上下去，人家頸肩骨幫上，人家頭腦會變下，會吹下去，我安尼。吼，所以要注意嘅點咧，係頸肩骨唔好下去，都安尼，要安尼放下來。安尼我頸肩骨冇變送，頸肩骨喺一擺，人頸肩骨會改弱，也體會輸送安尼，喺我哋頸肩骨咧第3節、第4節同第5節咧頸肩咧會壓縮到會講啊，我頸肩上骨刺咧，也係唔好嘅吼。所以我哋即也係一邊頸肩邊上咧，邊行上來，也頭嗱邊下來，天天咧，我放起來時節，我白唔放。我腳無力，安樣我數長短天來，4位面先放起來，放起來過後呢，我舌頭再變上一些，我用眼神一節安尼變，安尼放起來，千萬都唔好頭那先放起來，眼神打出來，我頭那放起來。也係要注意嘅事項吼，所以我哋觀眾朋友，我哋做安尼，我哋動作要變慢，要變好咧。我哋連環嘅動作，連續動作咧都講我哋咧下椎岩變上，我兩骨一節一節下去，一節一節下去，天天嚟下去，下去到下半我4位面放下去，眼神佢打出來。打出來過後呢，我強用我下椎岩先下去，我4位面呢，做強用我4位面先放起來，放起來呢，我對我舌頭先是拔去，我對我腰骨一節一節，兩骨一節一節，頸肩骨一節一節好。也對我哋嘅眼神有幫助，所以呢，觀眾朋友聽我哋嚟做一下哈。
观众朋友，初到所示范的呢是无限升降，希望观众朋友呢听到我哋好好来做运动，帮我哋的眼神会更好。下一次呢来了。